星街，一條蘊藏住歷史與傳說嘅舊街。傳說開始於被遺忘嘅避難時刻與悲慘回憶。夜晚好猛鬼㗎，以前防空洞死好多人。聽講夜晚有日軍行。二戰歲月，成千上萬市民逼入防空洞。有人話嗰一晚再冇人行出嚟。嗰晚防空洞門口有啲怪味，好似血腥同腐肉味。好似話有人係到錄到嘢。模糊嘅人影就好似被遺忘嘅輪廓，恐怖痕跡成為解讀恐懼嘅視覺符咒。石壁上發現嘅模糊黑字就好似時間留低嘅傷痕。電筒嘅白光照出被遺忘祭祀與痕跡。有時陰影就好似喺度觀察，痕跡指灰好似碎片拼湊出嘅記憶。做咩事啊？唔好跑啊！恐怖喺夜風中搖曳，就好似沉默回聲呼喚。傳說總會喺街角再現，令人想靠近又害怕。時間有時會重疊，任何回憶都有可能出現喺同一張相片。真相可能永遠埋藏喺黑暗入邊。如今大門已經鎖上，兩位主持亦路過星街，有陰陽眼女主持會見到咩景象呢？我哋帶你去。上面頭先有上面。今晚你有冇坐過？